过年了后，这流感和新冠病毒有关是高原期。疾管署表示，讲顶礼拜增加711例新冠肺炎连带引起的病症，是这半年来高一礼拜新冠。而且最近学校开学，也有这元宵相关活动人是等等，传播风险会提高。按算2月底到3月初，新冠和流感也有一阵的高峰。 过年连假结束啊，但是流感同款伫高原期。台中大甲李综合病院最近一礼拜，多数伫些因为过年出去佚佗，家庭群聚为着病的囡仔，年岁上细汉才11个月。另外，阁有一个10岁查甫囡仔是为着长病毒，食啥物就吐啥物。血糖降甲带伊去治疗。主要是爸爸跟妈妈高烧，身体不舒服，然后一来就是有流感。 就来这边治疗，那后来发现第2天小孩子也发烧了，所以也来做一下检查，结果也是流感。若是流感，新冠疫情嘛冲起来，顶礼拜增加711例新冠并发症，创6个月以来单一礼拜新冠。另外嘛增加63例死亡病例。疾管署讲，最近各级学校都开学啊，元宵节灯会活动等等，互群聚的情形是愈接出现，疫情传播的风险提高。按算2月底3月初，新冠和流感各有另外一波相高峰，规模嘛比过年前搁较悬。在流感的部分呢，单周的就诊人次有可能会达到11到13万人。 在新冠的部分呢，则可能单日的这个就诊人数呢，会上看1.2万人哦，都会可能比这个过年前的这个高峰是来得相当，甚至有略高的情形。另外，国内出现今年第1例本土伤寒确定病例，搁按是北部20几岁的查某人，嘛搁伫咧住院治疗。因做期捌和朋友去北部的渔港食青蚵仔和沙西米，推测可能食着防污染的海产去喂着。疾管署呼吁民众注意食物件和手的卫生，尤其食有壳的海产，一定要煮熟了后才搁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